歡迎收睇天氣報告。受熱帶氣旋蘇迪羅嘅外圍下沉氣流影響，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同酷熱，但有煙霞。下晝多處嘅氣溫上升至到34度以上。今日錄得嘅氣溫介乎28.2度至到33.3度，相對濕度介乎56%至到83%之間，吹輕微至和緩嘅西至西北風。而家氣溫係33度，相對濕度係58%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。喺酷熱天氣下，市民應該提高警惕。喺戶外做嘢又或者活動嘅人士，應該多啲飲水同唔好過分操勞。如果覺得唔舒服，應該盡快去陰涼嘅地方休息。而由於煙霞影響，海面嘅能見度甚低，駕駛船隻嘅人士應該要小心航行。而今日喺京士柏錄得嘅平均紫外線指數係4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而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9，強度屬於甚高。跟住睇下天氣圖。喺下晝5點，強颱風蘇迪羅集結喺台北之東南，大約38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22公里，移向台灣。之後係衛星雲圖，華南地區大致天晴。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一般監測站係9至10加，風險水平處於甚高至嚴重；而路邊監測站係10加，風險水平處於嚴重。之後係本港未來5日嘅天氣預測。聽日星期六，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，但有煙霞。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，氣溫係29至到35度。星期日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同狂風雷暴，氣溫係28至到32度。星期一大致多雲，有驟雨，朝早有幾陣狂風雷暴，氣溫係27至到31度。至於星期二同星期三，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有幾陣驟雨。星期二係28至到32度，星期三係27至到31度。最後睇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。呢次天氣講完啦，拜拜。